各位觀眾晚上好，歡迎收睇 HKFS 特別節目2026年生肖預測新聞報道。我係吳一言。本節目焦點將會落喺今年運程中游偏上嘅人士，屬於龍嘅市民身上。屬龍嘅市民喺2026年嘅運勢會較為順利，工作、財運、人際同埋健康方面都會有唔錯嘅發展。市民可以積極把握機會，提升整體生活品質。資料顯示，屬龍嘅人士有吉星相助，有利於鞏固職位、提升威望。尤其有利於喺大公司任職或者係公務嘅人士，而且今年更會有能夠解決困難嘅能力，很多時候能夠迎刃而解。縱使有時候會有小人嘅流言蜚語，但係請保持低調，專注工作。財運方面，因為自己嘅辛勤付出，會得到不錯嘅回報，但係要留意容易被動罰單等等，或者維修需要有額外嘅支出。感情方面，單身者容易透過人介紹有一段良好嘅姻緣，二婚者因為工作忙碌與伴侶會產生疏離感，敬請留意。健康方面穩定，但係要留意交通安全及容易被金屬所傷，喺呢方面需要多加留意。多謝收睇。另外本台都會有流年飛星嘅節目，請大家敬請期待。喜歡我們創新的運程分享方式，給我點讚分享喲。